欢喜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湾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早起甲民众党提名的7位不分区的女性的立委来拍摄着宣传的影片。因所穿的衫裤以黑白甲朴色的为主，真明显是要来拍破蓝绿。针对卡神杨惠如涉嫌操弄网军去互起诉，民进党来澄清讲这甲伊无关系，结果是去由郭文哲大大来口说。郭文哲讲。 为葛特曼、吴尚辉到杨惠如，这个民进党拢嘛杀到李，拢嘛讲甲伊无关系。蓝绿退两边，民众摆中间。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透早就到社队摄影棚，甲提名7名不分区女性立委拍宣传影片，要展现民众党女性的力量。选举到了嘛，不能免俗啊，该拍的片子还是要拍啊。 不管是抑搁伫台北市政府的蔡碧如、黄静莹、劳工局长赖香玲，还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幕僚高虹安，拢是穿黑白朴色服装拍破蓝绿的意思真高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个杨惠如涉嫌操控网军和北检起诉，民进党澄清讲甲绿营无关系。主席代表谢中庭伫面册顶面写讲，杨惠如的代志伊敢爱负责。谢长廷讲的是对的啦，因为我知道谢长廷这几年到日本去跟台湾。 来往不多了，民进党说都跟他们没有关系啊。对。以前葛特曼的时候，我叫他们在交出这个战犯，他们说跟他们无关。我说吴祥会的，跟他们无关的。现在问到卡神也是跟他们无关的。若讲到郭台铭讲的，讲一直想到郭文哲讲的话就困袂去，郭文哲的态度就虽无共款。他大老板没有问题了。跟郭台铭现在已经是兄弟爬山，各自努力。 我重点是兄弟就好，10件事情，那说5件6件大家可以合作，就5件6件嘛。至于说大家有不相同的地方，就各自做个人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强调讲有共同的基本价值，就会使部分合作。郭文哲有各方的力量，就拍算要让民众党伫国会力量愈大愈好。